喺呢個資訊氾濫嘅世代，似乎機不離手已經成為咗大部分人嘅習性。Seth 都唔例外，佢最近就沉迷咗一種社交媒體。有咩要咁大驚小怪啫？我哋一齊睇下佢做咩？其實喺我哋大腦入面有一個獎賞回路，無論係食最愛嘅朱古力、瘋狂購物，定係玩手機、打機、碌片，定出 post 收 like， 只要做啲即時滿足嘅行為，呢個回路就會大量分泌多巴胺，令你瞬間變成開心寶寶。但係呢種快樂極為短暫，我哋好快就會對原本令我哋興奮嘅事物感到麻木。喺快樂消退之後，更有機會覺得空虛、失落、emo、莫名火起、難以集中或焦慮。想知點解會咁？大家就繼續睇落去啦。呢個係 Seth， 一個沉迷上網嘅學生。吓，咁快2點啦？唔得啦，聽日仲要返學，聽日放學先再睇啦。橫掂都瞓唔着，都係起返身再睇多陣。最後一條。一條又一條片，喂，你好似沒完沒了咁喎。今次真係最後5分鐘。你以為佢係唔自律？錯，佢個腦正經歷快樂同痛苦搖擺船嘅綁架。根據美國精神科醫生 Anna Lembke 嘅理論，快樂同痛苦係嚟自同一個大腦區域。大腦對快樂同痛苦有一個平衡機制，運作就好似隻搖擺船咁。我哋開心嘅時候會好似架船向左上升，上到一個位，身體就會有個機制平衡返，施加力量令我哋向另一邊修正。當架船升得越高，身體就有越大嘅修正力量衝返去另外一邊。如果話一個人打機上網嘅時候令佢有2分嘅開心，呢個調節機制就會慢慢累積力量，令我哋擺向冇得打機上網時2分嘅痛苦。亦即係話，呢個人玩到嗨到爆嘅話，當佢冇得再玩嘅時候，佢就會擺咗去 down 到爆㗎喇。所以 Seth 凌晨4點依然忍唔住繼續碌片或者打機，唔只係因為好玩，而係為咗逃避戒斷痛苦。我哋每玩完一樣嘢冇得再玩嘅時候，都會有一份好想再追再玩，但又冇得玩嘅失落。其實只要我哋忍一忍，唔再追落去嘅話，身體嘅調節機制就會慢慢將多巴胺水平恢復返至基線，心情就會平靜落嚟㗎喇。又係呢啲 challenge 片啊，睇到都識背啦。哇，呢個堅料啊，睇完轉發完又咪係咁，悶到抽筋。幾個月前，普通嘅片都令 Seth 笑到碌地，而家淨係得極端勁爆嘅內容先至勉強誘發到微量嘅多巴胺。隔咗一陣 ，Seth 又跌返入嗰個做又唔係，唔做又唔係嘅漩渦。好悶啊！但係擺低咗部電話仲唔悶？好似唔知仲有啲咩好做唔好做咁。為咗追求更大嘅刺激 ，Seth 刪除咗呢個應用程式，轉玩另一個更加刺激嘅實時討論區。唔止因為匿名嘅設定令回應多咗好多，仲要得3日內嘅貼文先至會出現喺推送界面。咦？我個留言有成500個 like 喎！但隨住時間過去，就算設定再新鮮，好似之前嗰隻 app 咁，唔夠幾個月又睇到悶晒，刺激亦都唔再係咁強烈。有一個類似嘅循環一再形成，呢個越玩越冇癮嘅現象，就好似食辣上癮嘅人咁。為咗追返同一個快感，要不斷加重辣度，由小辣升級到大辣，甚至變態辣。但長期咁樣刺激，唔單止會令佢哋對清淡食物失去興趣，仲會改變大腦嘅反應機制。根據 Anna Lembke 嘅解釋，呢個就係神經適應之後出現嘅耐受性啦。當大腦長期受過度刺激，例如瘋狂碌片、打機，佢會自動調低多巴胺受體嘅敏感度，同時減少自然分泌多巴胺嘅能力。結果，即使做同一樣嘢，你嘅快感會越嚟越弱，因為大腦已經麻木咗，要靠更強嘅刺激先可以觸發到同等嘅愉悅。更嚴重嘅問題係長期多巴胺缺乏嘅情況。當你長期用高強度嘅刺激去谷多巴胺，大腦會進入透支狀態。
過度刺激會破壞大腦自動調節多巴胺水平嘅平衡機制，令你長期處於愉悅感饑荒嘅狀態，覺得悶、焦慮甚至抑鬱，因為你嘅多巴胺基線已經低過正常人。呢個就係點解成癮者會越玩越空虛，甚至對日常生活失去動力。有啲咩爆料啊？又係呢啲舊聞，講第樣啦。出啦！傳說中嘅武器抽中啦！喂啊！又係抽中呢啲垃圾，今次實中。今次張相咁正，實有100個 like 啦。點解得咁少嘅？明明上次張廢相都有50個 like 㗎。捉住 Z 呢個狀態，佢嘅多巴胺根本唔係嚟自享受件事本身，而係嚟自手機通知聲響起、抽新嘅遊戲裝備或者幻想有100 like 嘅期待瞬間。點解會咁？其實呢個係一個有關於期待、渴求嘅陷阱。當你預期會睇到爆炸消息、抽到一件好正嘅遊戲裝備或者獲得100 like 嘅時候，大腦喺期待嘅瞬間已經分泌多巴胺，幻想嘅興奮可以仲勁過真係去享受件事嘅本身。如果實際嘅結果唔似預期，啲片好無聊，裝備好平庸，或者個 post 最後淨係得10個 like， 大腦就即刻會話唔係啩？多巴胺分泌就懸崖式插水下跌，Z 會覺得空虛同唔忿氣。為咗逃離呢種失落，Z 會瘋狂再碌手機去揾下一則爆料同鏡片，即刻課金再抽多次裝備，或者即時再出 post 博更多 like。但係每循環一次，Z 嘅大腦就會將碌手機、抽裝備、出 post 呢啲行為同可能嘅快感綁得更死，令你對呢啲行為產生條件反射式嘅渴求，就好似聞到爆谷嘅香味就已經流定口水一樣。最後，你甚至唔再享受個娛樂本身，純粹沉溺喺追逐可能嘅快感呢種強迫行為入面。1年過去，Z 轉完一個社交平台，又轉另一個影音平台，追完美食博主，又去追 ASMR。但佢開始發現，就算日煲夜煲，興奮感都越嚟越弱。明明以前睇10分鐘嘅短片就開心到癲，而家要狂碌2個鐘先有啲感覺。同屋企人食飯嘅時候忍唔住碌手機，搞到阿媽都鬧你當我透明㗎？連同學約打波都敷衍拒絕，寧願自己匿埋睇片。最恐怖嘅係 Z 發現自己連以前鍾意嘅漫畫、打波呢啲快樂都好似退晒色咁，佢個腦已經俾過度刺激縱壞咗。究竟 Z 點樣可以擺脫手機成癮嘅控制，重拾樂趣？等我哋下集教你點重置多巴胺系統。